the storm together. Ooh, girl, make some room. I can see behind that broken smile. Nice, sweet, smooth, like cocoa bread, cocoa bread. Yeah, nice, sweet, smooth, like cocoa bread, cocoa bread. Your night, like cocoa, your night, like cocoa bread, like
欢迎光临，有没有小厨？请坐，啊，可以歇一下，歇一下。先来干一杯。必须有这个天气。这个哈，这个叫做好久没进我了。没有了，这个是还蛮好喝的那个梅子。有梅子的。哦。酸酸甜甜。酸酸甜甜的。你知道我还加了什么吗？是吧？瑞布。知道你这几天很累，辛苦了。这边提神一下。静一下。耶。可能是可以加点点。辣辣的不好甜哦。但比较特别的是，第一次看过这样的玉米。我上面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酱，大家可以吃吃看。不熟的部分我就是在这。你坚果酱应该没有过敏吧？都没有过敏。好，我们帮这个。对蔬菜有点过敏。我们这个玉米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会不会过敏的玉米。来。我们每一集都让名字。墨西哥的口袋饼。哦。这个口袋呢，就祝福我们口袋越来越深，装越来越多的肉。肉不要越来越多了，口袋越来越深了。好，开动！试试看，我很紧张哎。先从哪一个开始？其实都可以啊，我觉得先吃口袋看看。口袋好了。先让我们的口袋越来越深。口袋缺东西了。很紧张哎。不错，很辣。如果啊，肉不够那边有。怎么样？哎，不动了口袋。有吗？有肉吗？有肉。这都也是自己炒的。对啊。我只差你的那个，等一下要下水了。另外加码。现场加码。重点这个好吃啊。很好吃啊。哎，我好开心今天可以跟你一起在秀姑巒溪这边。因为小时候我们都在这边游泳玩水。对，你在这里，我是他的上游。真假？对，就这个方向。对，蛮远。怎样？来这个厉害的喽。很紧张哎。这要怎么拿？这个直接这样。好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本来要那个用那个生火烤的那个火太小，我们就先煮那个。先煮。直接吃了。有熟啊？那味道怎么样？有熟没有？你要再烤的味道也有，酱的味道也有，很特别的味道，对不对？对啊。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对这种味道实在是不熟，应该是墨西哥的味道。我要试试看。有熟啊。煮在一种，对不对？你说有什么坚果？很特别的味道哎。我们对墨西哥的味道比较不熟，我们对墨西哥的味道可能比较熟一点。干玉米通过。好累呀。今天我们来到这，唱着我们的歌，你在这，我在这，这是我们的家。难得
whisky Inamdo Luma Inamdo Nara Sadando Imita Nasa Luma Luma aku itini sa tafo Luma aku Luma aku Mi sky las cagadas唱着歌，唱着我们喜欢的歌，我们熟悉的歌，熟悉的歌。孩子回家吧，孩子回家吧。回着吧，孩子，听着风声，听着溪声，还有语言飞翔在天空。回着吧，孩子，来临吧，孩子，我们等着你。乌鲁玛哈，乌鲁玛哈。起来！干杯，干杯！有呢，哎，这个要电摩要录一下。